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&D Channel。今日同大家盤點一下超過40名由2024年到而家離巢嘅 TVB 藝人。李佳芯係喺今年1月16號出席活動時親口承認已經離開 TVB， 結束咗12年嘅主僕關係。2005年就開始投身影藝圈，做過模特兒同埋拍廣告。喺08年加入有線電視，當時用佢嘅真名李家興。到12年過檔 TVB， 改名李佳芯。到18年憑住 BB 來了奪得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嘅最佳女主角，成為視后。可惜近年傳出被 TVB 打壓同埋雪藏，甚至喺內地播放嘅萬千星輝賀台慶中更慘被打格仔，目前工作量大減。跟住係江嘉敏，現年30歲嘅江嘉敏喺今年嘅2月社交平台上公佈自己離開咗已經效力9年嘅 TVB。江嘉敏喺17年憑住劇集《親親我好媽》嘅學生妹形象備受關注，之後更加喺兄弟同埋食腦喪 B 嘅劇集出演女主角，成為上位小花之一。佢多次獲得提名萬千星輝頒獎典禮飛躍進步女藝員、最佳女配角同埋最佳女主角等，不過都未能獲獎。近年經常被指身形走樣，短髮嘅造型又慘被劣評，再加上唔少負面新聞，形象大受影響。連詩雅 Shiga 喺2024年嘅7月榮升媽媽，產後火速收身重頭工作，隨後就宣布已經約滿 TVB， 結束6年嘅合作關係。回復自由身嘅佢，更火速現身開 TV 嘅節目。Hannah 谷子喬過去有住星夢一姐嘅稱號，主唱多首 TVB 劇集歌曲，3度蟬聯 TVB 最受歡迎女歌星。不過自從何哲圖失勢離開 TVB 後，慘被投閒自散，工作量大不如前。目前佢亦都加盟咗何哲圖旗下嘅新公司。蘇韻芝憑住2016年香港小姐殿軍身份簽約 TVB， 憑住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紅心如一角成功入屋，但有傳因為工作態度差又經常遲到，得罪高層而被雪藏。2024年嘅4月宣布約滿離巢 TVB， 回復自由身之後，蘇韻芝分別喺音樂學校任教，參與幕後製作，亦都為開 TV 主持節目同埋參演劇集。譚嘉儀現年36歲，參加超級巨星3而入行，之後加入 TVB， 至今已經14年。多年嚟佢嘅發展可以算話係半紅不黑，唱過唔少劇集歌曲，亦都有拍劇。今年3月9號，佢喺社交平台宣布離巢，未來將會以獨立歌手身份重新出發。林穎彤2023年10月捲入 JPEX 案風波，又同緋聞男友惹上官非。雖然最後 Bella 罪名不成立，但形象插水，目前工作全面暫停。2024年11月正式宣布約滿 TVB 離巢。謝東閔喺2010年參加超級巨星2，奪得第4名之後入行。不過入行後都係以拍攝劇集為主，到2024年初喺本尊就位，首次擔任男主角。可惜謝東閔喺同年8月宣布離巢 TVB。何遠東拍過嘅劇集數量非常驚人，演過唔少入屋嘅角色。隨住恩師前無線監製黃心穎 Amy 退休，本身唔係親生仔嘅阿東亦被投閒自散，無奈進入雪櫃。喺生日當日，佢決定同無線結束16年嘅賓主關係。鄭世豪曾經獲得星夢傳奇亞軍，只係輸咗俾鄭俊弘。最為人熟悉係飾演 TVB 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細龍山一角。
2024年5月離巢效力24年嘅 TVB。余詩婷今年30歲，係2017年國際中華小姐冠軍。台灣出世嘅佢，美貌與智慧並重，更加擁有一副最強 body。不過入行至今發展一般。2024年除夕夜，佢宣布離巢。李泳儀曾經被封為東張女神，22年9月離開東張西望之後，轉型做演員，專注拍劇。不過大部分角色都係客串同埋配角。24年嘅7月宣布離巢，之後過檔開 TV， 擔任一線搜查嘅主持，又有份參與拍攝電影《爭霸》，同時亦都成為註冊催眠治療師。現年38歲嘅姜麗文，當年同哥哥姜文傑以歌唱組合出道，17年簽約 TVB 成為旗下藝人。不過作為秦沛女兒嘅佢就冇因為星二代嘅身份得到後代。喺 TVB 7年入邊，佢憑住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外傭 Lisa 一角成功入屋。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1年勇奪飛躍進步女藝員獎。楊潮凱曾就讀第23期 TVB 藝員訓練班。畢業後加入 TVB， 入行已經15年。除咗演員身份，楊潮凱亦都有做導演。2022年首次執導電影《喜歡你是你》。33歲嘅郭子豪喺2月16號社交平台上宣布離巢。佢喺2014年底加入無線電視，成為旗下經理人合約藝員，曾經出演多部劇集。2019年被裁定醉酒駕駛。近年郭子豪已經好少喺 TVB 亮相。佢同女友29歲嘅學霸港姐鄧卓欣成立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。郭子豪同鄧卓欣亦都已經定喺今年4月結婚。2014年香港小姐競選3料冠軍嘅邵佩斯，勇奪最上鏡小姐、友誼小姐同埋冠軍3個獎項。不過工作機會一直唔夠其他港姐多，故有被遺忘港姐之稱。2024年7月，邵佩斯喺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已經正式離巢 TVB。現年33歲嘅吳嘉儀阿七，2015年參加第28期藝員訓練班之後加入 TVB， 多年嚟參與過唔少劇集同埋綜藝節目，更加擔任《開心無敵獎門人》嘅長老。不過佢喺今年1月宣布離巢，最近已經過檔開 TV。而家43歲嘅游良維，2006年參加無線節目《一擲千金》，當時只係贏取1蚊獎金，當眾流下男兒淚，一夜成名，被封為1蚊租。游良維加入 TVB 18年，曾經擔任東張西望主持12年，喺2025年2月宣布離巢。蔡嘉欣因為經常鍾意買名牌同埋高調炫富，被封為拜金女。佢喺2019年參選港姐5強止步後，成為 TVB 旗下藝人，曾經擔任姊妹淘主持。佢同拍拖7年嘅富貴男友結婚之後，經常周遊列國，積極發展 KOL 事業。24年9月正式宣布離巢，結束5年合作關係。譚昆麟即係 TVB 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嘅 CPU， 佢喺2011年參加功夫新星而加入 TVB， 2024年4月宣布離巢。同數波波姐由童星入行，效力 TVB 超過30年，2024年3月宣布約滿離巢。其他喺2024年離巢 TVB 嘅藝人仲有好多，包括蕭輝勇、蘇可欣、翟威廉、翁倩媛、劉溫馨、杜詠珊、李萬芬、曾淑雅、Jumbo、殷彩希、
前名殷永山，即愛回家嘅高小姐，吳子允 Purple、魏柏豪、李思雅、文雪兒、吳樂文同埋杜燕歌等等。我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我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